好了。OK， 这样，我录久一点。我整就好了。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在13日早上9点多，由22岁的黄姓驾驶人驾驶的黑色自小客车行驶于树人路龟山往林口方向，疑似因为车速过快，行经弯道时撞击到路边的电线杆及路树而肇事。所幸黄姓驾驶人仅受轻伤，并无大碍。经警方到场实施酒测后，黄姓驾驶人酒测值为0。龟山分局提醒民众，驾驶车辆除应注意道路速限外，行经弯道时更应减速慢行，以确保行车安全。